欢迎收听5月29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17到18篇，靠主得胜的人。你是靠主得胜的人吗？靠主得胜的人有什么样的经验呢？而在这经验当中，他之后回顾这些恩典，他如何诉说他认识的主，还有自己的经历呢？诗篇18篇28到29节，诗人所说的话也成为我们今天必须祷告的经文。一位靠主得胜的人，他经历到上主啊，你点亮了我的灯，我的上帝为我驱逐黑暗，你给我攻击仇敌的力量，能够摧毁他们的防御。这是主他所带来的能力，就是他使我们从这黑暗好像被点亮的灯变成光明，用这样的光明得到了力量，能够攻击仇敌，能够摧毁仇敌的防御。我们的主是如此的奇妙，但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一位靠主可以得胜的人吗？草原上有对狮子母子，小狮子就问他的妈妈母狮子说，妈妈，幸福在哪里呀？母狮子就回答他，幸福就在你的尾巴上啊。于是这小狮子他每一天都不断的追着他的尾巴跑，但是怎么样都咬不到这个幸福。母狮子就笑着对他说，傻瓜，幸福不是这样得到的，只要你昂首向前走，幸福会一直跟随着你呀。得胜的人是以信心靠主前行，因为他知道得胜的主已经与他同行。在今天诗篇17、18篇，可以说是一个正在经历靠主得胜的过程，以及一个经历了得胜之后，他回顾他人生当中许多重要时刻，我们的主如何带领他经历这得胜的过程。在17篇呢，是一篇个人诗，其实它的内容跟诗篇第7篇内容很相似，好像面对到一个需要公义的时刻，在那样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因着这环境，因着自己的遭遇，甚至可能自己也曾有那不公义过，就在那过程当中，有些人就因为环境的险恶或是内心的软弱而放弃，干脆我就跟这些恶人一样好了。或者在那一个软弱的时候，那我就跨书板书，我就看着这个环境怎么样，我就一起随波逐流好了。然而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诗篇17篇，诗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没有做这些选择，他选择来到听祷告的主面前，向他来呼求，向他来哀求，向他来说，希望主宣判他无罪，因为他知道主鉴察他的内心，知道他是正直还是歪曲。他说到，主是知道内心的主，而且你不仅是白天夜里也来查看我，彻底考验我，知道我心中有没有这个恶念，有没有这个不好的想法。诗人说到，我顺从这样的命令，不走这些暴徒的路，我没有放弃自己来行恶，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，没有偏离。这篇祷告，其实如果你正在面对一些挑战，甚至这些险恶好像试探要来诱拐你，真的我们要用这篇诗篇来祷告。因为诗人在这个追求公义，寻求靠主得胜的过程中，这个祷告帮助了他再一次坚定他的信心。他说，上帝啊，我求告你，你会应答我，你侧耳听我的申诉，显明奇妙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我知道你会保护我，
就像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睛。我们都知道眼睛很脆弱，很需要保护，而我们的主就像保护眼睛一样，他要保护我们的生命到这样的程度，使我们能够完好无缺。在面对环境的这些心肠刚硬狂妄的人，好像被四面围困一样。诗人说到自己的境况好像在一个很危急，被围困，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式找到出路，敌人像狮子要把自己撕成碎片。就这样那样的时刻，他仍然相信上主能够帮助他来攻击仇敌，上主能够用他的权势救他脱离一切。特别讲到，就是在我们眼中看来今生富足，却是走那邪恶的道路。这里诗人说到，其实也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反省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所遇到那叫我们被围困，没有办法活出信仰的，不一定是那个重大的灾难危害，有的时候是世上的事物太吸引人，以至于人没有来到主的面前。过惯今世的富足，好像不需要神；过惯那些按着邪恶的方式，好像得到了许多满足，不需要神。诗人在这里讲到，这是他需要得胜的地方，需要得胜的过程。这些人用邪恶的方式，像得到了这些富足，叫人好像有一个试探，要跟他一样，就用这样的方式，你就可以过好你的一生啊。为什么不做呢？因为诗人深深的知道，这样的方式不是正直的道路，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，他面对这些挑战、试探、诱惑，以及因着这些邪恶所带来的这样的围困，这样的一个危机，他向主来祷告。他向主来祷告，求主鉴察他的心，使他能够得以朝见主。他说我醒了的时候，你的同在使我满心快乐。也就是在这个祷告当中，这个寻求靠主得胜的过程中，他因着内心良心面对主是坦然无惧，是没有亏欠，因此他能够睡觉躺卧，即使面对到环境的危险，对人来说好像是被困了去，但是对他来说，他知道他醒来的时候，主与他同在，主仍然每一天能够救他，帮助他，与他同行，让他来领受那个得胜的过程。因为他所依靠的主就是得胜的主所以他能够安然好睡。17篇就是讲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。然而到18篇的时候，其实这是一篇王士诗，也就是说在一些特殊重要场合，好像君王就用这首诗篇来宣告主如何与君王同在。这个诗篇就是讲到上主在过去如何赐他力量，并且保护他。这首诗歌呢，也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的22章。那我们就知道，其实这个可以说是大卫的诗篇。大卫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故事，透过诗篇18篇，我们都知道大卫经历了上主他的拯救。在那被追杀的过程当中，他说主听他祷告的声音，他回顾过去一切的经历，他看见主彰显他自己的能力。在这里用一个希伯来文里面很传神的一个形容，说他的鼻孔冒烟，口发出火焰和烧着的炭。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上主发怒上主亲自出手让这些邪恶的势力，让这些不属神的势力就因此被惩罚。上主出手，大家都知道没有人可以抵挡
而大卫就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上主的出手领他脱离险境，因为他在这里说，他救我，因为他喜欢我。我们都知道圣经形容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人不是都是因为他做了完全都是正确的事，而是他是个靠主得胜的人。他说，上主因他的正直报答他，因他的无辜赐福给他。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以信实待信实，以完善待完善的上帝。在这里呢，更是讲到上主帮助大卫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大卫他在他人生当中一定是小错大错都有犯过，跟每一个人都一样。然而他讲到关键，说，上主你点亮我的灯，我的上帝为我驱逐黑暗，给了我攻击仇敌的力量，使我不活在黑暗当中，是在光明中来行。所以他不断的经历到之后，从这个引导拯救到后来被锻炼，以至于他怎么样，他领受主赐给他得救的盾牌，赐给他打仗的力量，让他能够有力量来面对这个过去背叛他的人民，从那当中起来兼顾他的王位。我们都知道他的儿子真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押沙龙原本要背叛的，然而我们的上主却是永远活着。当大卫他紧紧的跟随着我们的主，他的王位就被坚固。所以在最后18篇说到，上帝使他所立的王屡次得胜，他向所拣选的大卫和他的后裔永施慈爱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不论是正在寻求得胜的过程，或者是已经在那得胜之后回顾过往的恩典的时候，再次的来思想，对基督徒来说，什么叫得胜？我们是一位靠主得胜的人吗？我想我们是的，因为我们是与主同行，寻求主每天与我们同在，他就是得胜的代表。我们当然活在得胜之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透过这2篇诗篇再次来激励我们的心。特别我们面对到我们感受失败，或是我们感受焦虑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恐惧的时候，主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来寻求你，因为你是得胜的主。我们就在你的身边，我们就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就在得胜的面前，因为你是得胜的主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，你今天让我们再次来经历到，这是一个靠主得胜的日子，而你已经将那得胜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能够有力量来面对今天的挑战，甚至今天的危机。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，在今天再次要活出靠主得胜的日子，因为你与我们同行，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就要来赞美你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来向你祷告。谢谢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，谢谢你是有能力并且永远同在的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的话坚固你的心，使你真实在靠主得胜的经历当中。我是世界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